要盘車做機場插運，請問愛先出站麼？機場插運愛去哪位坐？請先行出插運夾橋，停喺呢個方向切行，是的行到機場插運線 A1 站，台北車站去盤車坐機場插運。好，我要去桃園機場天一航下，愛坐其他車也係普通車。建議唔坐其他車，會上心外分。下一班車係下晝4點發車。好，請問片數到哪位？片數頭前50公尺嘅進修片，提前車運站度是唔得食東西哦。羅拉，請問你附近有一個古蹟係麼？係呀，北門係清朝統治期間留落來嘅古蹟，已經有100萬年嘅歷史咧。現下將來做北門廣場，係台北市重要嘅地標。哦，原來是係了。順巷還有福台街洋樓、鐵道鋪、三江倉庫，呢幾處日本時代留落來嘅古蹟，做下當得去行看看。哇，我要把握時間去溜溜咧。不過我嘅行李已到呢。唔是少。我哋呢位有行李置物區服務，還好，一錢愛用船上。小尺寸嘅1點鐘10塊，大尺寸嘅1點鐘20塊，唔是得用大嘅置物區。好，請教我操作方式。你先讀置物區編號，算係設定密碼，過落20塊嘅基本費落去。機器是會送出密碼紙本。今日愛用船同行李兩張來。請先按置物區編號，將密碼紙插入機器度。個步驟使用置物區嘅經驗，是得順利領到行李咧。我哋咧，落來咯。唔是生意，老了快樂。